王府物，三都賦序。完顏先生曰：古人稱不過而眾謂之賦，然則賦也者，所以因物造端，賦宏體理，欲人不能加也。引而生之，故文必極美；逐類而詳之，故辭必盡麗。然則美麗之文，賦之作也。昔之為文者，非舊常辭而已，將而牖之王校，本乎勸誡也。自夏殷以前，其文隱沒，微得而詳言。周兼二代，文質之體，百世可知。故孔子採萬國之風，靜雅頌之名，集而為之詩。詩人之作，雜有賦體。子夏序詩曰：一曰風，二曰賦。故知賦者，古詩之流也。至於戰國，王道凌遲，風雅浸頓，於是賢人失志，辭賦作言。是以孫卿屈原之屬，為文炳然，辭義可觀。傳其所感，含有古詩之意，皆因文以寄其心，託理以傳其際，賦之首也。及宋玉之徒，任文放發，言過於實，誇敬之興，體實之漸，風雅之側，於是賦乖。帝漢假誼，頗節之以禮。自是闕後絕文之時，不率典言，並無徽章。其文博但空累。大者罩天地之表，細者入毫纖之內。雖充車亂士，不足以載；廣廈節趣，不容以居也。其中高者，自如雙魚上林，楊雄金泉，班固兩都，張衡二京，馬融廣成，王生靈光。初極宏詞之詞，中宜約簡之際，緩附有文，惟爾論雜，皆近代詞賦之緯也。若夫土有常產，俗有舊風，方宜類聚，密宜群分。而長興之鰍，過宜非方之物，寄宜中域，虛張而累，託有於無。早寇之時，雷同影符，流蕩忘返，非一時也。囊者漢室內繪，四海披列，宣流異事，各有交易，偽冒撥亂，冗具涵瑕。故作者先為誤屬異客，聲稱其本土險助貴奇，可以偏黃。而卻為偽著述其都記，宏藏鋒麗，掩有諸華之意。言誤屬，以擒滅彼亡國，而偽以交禪彼唐虞。既以注譯順，且以為尷尬。該屬褒良文之志，誤割荊南之賦，偽誇中區之演，巧分詞之多少，計植物之眾寡，比風俗之清俗，課時人之優劣，亦不可同年而語矣。異國之事，各沐欲所聞，家自以為我土樂，人自以為我民良，皆非通方之論也。作者又因客著之詞，正之以偽道，節之以王道。其密吐所出，可得披圖而校；體國經濟，可得案記而驗，豈無也哉！